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成干界。今仔日3月18，你想起什么代志？是两粒庆子，也是日头花？江湖夜舞10年灯啊，日头花已经开花10年满。美中台关系是大变化，是当年因遮人洞察先机是麻，也是大趋势来致数。所以咱今仔日来安怎看？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經濟民主聯合智庫召集人律師羅中強羅律師，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前烏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魏揚，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地方政治工作者趙婷怡，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台南新藝協會理事顏婉玲，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回顧318日頭花運動滿10天，迄當時嘅學生甲社運團體衝入去立法院，反對着服務貿易協定，抗爭585點鐘。到底日頭花運動對即馬嘅台灣產生什麼款嘅影響呢？咱到底來看覓。这场运动没有结束，我们怀抱理想而来，现在承担责任而去。前前后后24天的日頭花運動，伫咧宣討人民議會意見書了後，參與的學生啊甲公民團體一個行出議場，結束佔領國會議場585點鐘的抗爭。太陽花運動的出現，所以告訴了全世界說，台灣人並不同意說將台灣的整個經濟的命脈，所有雞蛋都放在中國這個籃子裡面。它算是把過去幾年來的社會抗爭跟矛盾跟社會力啊，就是一次性的把它搬到台面上面來。魏揚是知影群眾攻佔行政院的消息，就隨趕到現場。就對我來說，我在現場拿麥克風，那就是承擔這個責任。10天過去，當年的參與者安怎來看日頭花運動呢？它反映的是當時年輕人對於一個所謂進步社會的整體的美好的想象。在談318的時候，大家還記不記得這些精神？10年過去了，我們脫離了過去一中的所有的這些捆綁，我們邁向世界，做世界的台灣，獨立自主的台灣。日頭花運動了後，台灣出現第三勢力。不過有更較儕人佇咧無共款的領域打拼，有人專心佇環境議題，有人佇教育界，有人繼續推測信義民主的可能性，也是參與國際特赦組織的工會。日頭花運動，伊毋若是一場學運爾，這是一場影響更較寬、時間更較長的公民運動。記者綜合報道。這個新聞大吼，其實會當講的物件無夠多。我相信在座4位吼，心肝頭內面吼，一定開始要走不定啊。那麼首先要請教到羅律師吼，這10天以來吼，你家己迄陣時所想的理想要改革的物件，到當為止也未做有夠的，還是做有夠的，到底是啥物？就法律面來講啦吼，還是講社會公民運動來講，你看？咱這個日頭花的運動吼，伫個當初時吼講有一個，咱的是4大訴求，咱為這個4大訴求來看吼，我是認為講其中一部分有做到，一部分無做到。譬如講兩岸協機監督法制化。第一個吼，其實大家攏袂記哩啊。第一個訴求其實是退回服貿協議。好，就是講買這個服貿協議。這個有做噶。係即馬這個服貿協議已經欠10天啊，已經無可能擱殺這個服貿協議啊，因為規個事過境遷啦，條件吼兩邊的條件攏無共款啦，所以
当初时就是无希望有这个服贸协议，吼，卖这个行入中国这个两岸经济一体化，吼，这个陷阱牢笼内底，吼所以要甲伊动起来，吼只是大家意见可能民主国家吼一个人每一个人意见都无啥共款，吼即尾吼10档以来确实，吼因为咱坚持有够久，吼甲这个服贸协议动落来，这第一点，吼有做到，吼连迄个当初是迄个我会记迄个李纯，吼伊就是咧杀推这个服贸协议的，伊即摆来讲，这服贸协议是派去的臭掉10年的鸡排，好，所以无这个服贸协议啊，好，这第一点，好第二点，确实当初是讲，咱台湾甲中国若做要谈判签协议，大家会惊，因为无一个法律的制度来甲伊监督。好，所以爱有一个法制化，对，爱有一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好这咱分两部分，一个是政治性谈判，一个是非政治性谈判，好，政治性谈判的部分，伫个2019年，好，立法院已经通过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5之3条的立法，根据这个5之3条的立法，好，咱甲中国若总共要政治谈判，好3个条件，好，第一个，好，咱的主权袂使去谈判，好，主权国家地位，好，不能动。第二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不能动。第三，其他可以谈的，比照修宪民主程序。就是足严格，足严格，吼，4分之3咧哦。对，4分之3，搁爱公道，搁爱公道，吼，爱过，吼。所以基本上这算成功。这算成功，吼，当然有一个国民党因可能讲你这个非政治性协议要安怎？吼，我的看法是安尼，你即摆甲中国吼，无啥物非政治性协议啦，因为中国你不管甲伊，你要甲中国讲啥？伊拢要求你先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所以你甲中国签任何的合议，袂讲去遐去啊。对，即摆拢是政治性协议。所以即个目前即个状况，伫个中国伊改变伊的立场，进前，即个5之3条已经有够用啊。反正只要是甲中国谈判，拢是政治性协议。就照迄个来。是。第三个，咱先立法再审查。先立法再审查的意思是讲，先决定一个审查服贸协议的游戏规则，天数。再照这个天数来民主的游戏规则来决定服贸协议到底是要爱还唔爱。是。好。但是这先立法再审查，另外一面的意思就是讲，不立法就不审查。好。因为这个监督条例爱过，会使来倒并来看。对啊，监督条例爱过，但是这监督条例唔是黑白乱定，就讲江宜桦若有一个江宜桦版的监督条例，咱是不是要爱？唔是，咱无爱。因为监督条例要第一个爱处理的问题就是服贸协议，所以监督条例都爱先交代，你这个监督条例若总要过。服贸协议要安怎审？这其实等于是讲法律溯及既往了。因为监督条例过一定是伫后壁，服贸协议签你2013年6月21号你就签啊。所以你爱溯及既往，交代讲咱监督条例即摆新过，但是过去已经签的这个服贸协议要安怎处理？但是国民党。民众党、时代力量，包括民进党，每一个党团的版本都不敢讲，拢唔敢交代讲，这个监督条例的怎通过，你要安怎溯及既往去处理以前的服贸协议，所以阮就讲，这无及格嘛，困难啊，无啦，你也是爱处理嘛，因为当初时王金平答应大家都是这嘛。你监督条例不只是要向未来规范，你若爱登去处理当初时签的服贸协议要安怎审嘛？无那会讲先立法再审查，
哦，你若种监督条例立法，但是我所在敢若名称就大家就讲袂顺车呢。对，吼啊，不管安怎，这是上基本的。哈，因为当初是讲这个监督条例，就是要处理服贸协议。哈，但是咱国民党、民进党、时代力量、黄国昌的时代迄个时阵的时代力量，甲即卖民众党，因的版本，吼。拢唔敢去交代讲监督条例若准讲过，好过去的服贸协议要安怎审，所以阮就一直解读，讲袂使，你这是放水，你安尼。反正10当过啊，即马时机也无去啊。所以这3项，我认为讲太阳花运动是成功。成功。但是咱第4个诉求无做到，好，迄当初是讲要爱公民宪政会议，这无，吼，因为咱台湾到即马无家己的宪法，吼啊，咱迄个法律制度，吼，若是对要安怎看中国，若是无清无楚，吼，讲伊是大陆地区，吼啊，过来咱的即个代议政治，吼，这真济人感觉讲立法院无办法代表我的声音，我的意见无办法入去立法院，佫想要修改，嘿，啊，咱的社会制度、人权保障，吼。啊，即个经济体制，吼，足侪问题拢无解决，无够幼稚。嘿，啊，所以迄个时阵是讲，咱即个国家爱有一个大改革，吼，啊，要推设即个公民宪政会议，啊，即点，吼，确实是无做到。当初时是希望讲，迄个有一个公民宪政对宪政推动联盟，伫个。太阳花以后继续去推设新宪运动。但就是我来讲吼，这3位吼分别在个别的这家己的领域内面，有咧做相当的代志啦。吼，咱小人一个问吼，看有符合你的理想的想法无？好，来贵阳吼，你甲咱讲，你即摆咧从事什么代志？我即摆伫咧一个环保团体上班啦，但是我嘛伫咧读册，我即摆是。代社会下，讲吼，其实环保团体咧上班吼，即讲咧较少啦。啊，其实你会当讲较明白的袂要紧。比如讲吼，咱即马足侪人拢讲，这地球愈来愈热啦，吼，就是讲气候危机，即个气候变迁吼。啊，但是面对这个气候变迁，咱要来做啥物款的代志？吼，即马足侪国家，啊，即马咱的台湾这个政府嘛是讲，咱2050年的时阵。咱的这个温室气体爱变归零啦，排放要归零吼，就是你莫直直去用足侪化石燃料、石油、燃煤啥物，咱用再生能源，比如讲咱的日头，还是风，还是啥物的，吼其实除了这个以外，足侪咱的迄个经济嘛是爱去做改变，吼。过去咱的足侪经济是足浪费的，吼，创造非常多的废气，这是嘛是爱去做改变。所以你这个平台是。国内的连接还是甲国外有咧连接？主要是台湾本地咱有足侪环保团体嘛，吼，关注足侪无共款的议题。那即马就是讲，伫咧气候即个问题顶悬，咱来合作。对，所以是一个平台的模式，共款甲当初迄个民主阵线甲咱相共款意思。但是讲用这个气候的议题。好，所以有甲国外的团体有咧连接。嘛是会去问国外的意见，讲啊恁。别个国家来做这款物件是拢安怎做？有啥物法律？咱就来家己参考，跟我们的政府去做建议。你有咧哪读册？嘛哪读册，就是爱有这个地势，才会让你去做社会运动啊。好，互你感性来讲吼，因为还有其他两位吼。是。你这10年以来吼，你是失望，还是平，还是感觉讲袂歹？我感觉是爱之深责之切啦。我感觉甲律师共款，就是感觉讲咱上尾一项，这个宪政会议做无够，所以咱的社会当初嘛是讲，咱就要搁较平等哦，就是贫富差距啊，搁变搁较少。但是即马咱的少年人嘛是面对这款问题嘛，啊，但是就一挂人就变做小草，啊，伊嘛是感觉讲，因少年人伫这个社会有足侪问题吼要处理，吼，但是即马因的新生要安怎来欢迎，变做讲去投柯文哲，这就是我即马认为阮面对的最大的这个挑战啦。算作挑战，但是
我安尼甲你问，可能较无礼貌。我来问我讲，即马还佫有即个条件通，佫来做一摆日头花无？今仔日我透早有去台演讲，有学生就甲我问啊，当初退的时阵有足侪不公义的代志，所以恁出来创这个学生运动。对啊，我即马更较济啊。即马嘛有足侪，我感觉足不公义的代志，哪会无学生运动？我就甲伊讲，这个问题就爱问恁家己。你感觉有啥物？你问题你是一定爱徛出来，爱甲伊对抗的，你就是爱去采取行动，毋是敢讲。我问你，迄阵是你几岁？25岁，我算较老的啦。你算最济是差不多18岁、18岁。你人讲倒边个查某囡仔哦。歹势。你25岁迄阵是？对。你即摆35岁。35岁啊。罗老师，你迄阵是几岁？迄阵44岁。哦。伊44岁，甲恁斗恁的母哦。是不是？我意思是讲，如果因遮囡仔班、少年班嘛有想要冲，你敢有意愿佫想要佫再来一次？就是讲吼，若是因有足明确，我即摆就是感觉啥问题足严重，我有去做分析，去做研究，然后伊的诉求拢有合理。当然，作为 NGO， 我嘛是甲伊声援，亲像。迄阵赖律师嘛是跟咱学生徛倒会共款，对啊。热情万载就对啦。对啦。好，需要我的时阵，我嘛是会出马啦。是。那天怡呢？你安怎想？其实我刚拄则问伊讲，若是佫有这个是，莫讲若是佫有这个机会，就是讲若是即马啦吼，即马有这个基地，还是有影有学运有可能要开始要运动，对咱来讲，去支持少年人，支持好的理念，同齐来拍拼，这是大家一定有共识的代志。所以关键是拄则像有嘛有讲到的，讲大家若有去研究、去了解，对这个议题，尤其是每一个社会的议题本身就足复杂的，然后要变做是政策是更较复杂，因为变做政策有这个对这个议题的了解来变做政策。背后你要扫动这个政策，佫有政治的部分来了解，所以其实拢是爱了解。你停在遮，是。我还毋是要来拍断，我意思讲，你若有这个理解是，你即摆的理解，还是迄阵是参加你就有这个理解？我对我来讲，我感觉是我迄个时阵有一个程度理解，尤其是爱感谢像魏勇、像真济迄个时阵伫带领运动的大家，我。拄则伫还未开始录影之前，在当地讲吼，我讲迄个时阵吼，网络文化拄开始，迄个时阵对阮来讲，网络文化其实是甲阮斗相共，互阮对这议题了解、思辨、讨论是更较深入的、更较全面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的文化，其实互咱看到的资讯啊，变做是别人要你知影，还是你敢若会看到你想要知影的代志，所以。定大概对一寡议题了解是无够深入，甚至迄个无够深入，是互你的关心甲行动是无法度形成的。所以我感觉，若讲到讲，是那即马大家真侪不满，但是大家拢无动作，还是无学运。我感觉毋是任何人，也是政党，也是任何的单位啥，甲你阻挡。迄个关键嘛是。基站就是咱学生啊，咱所有对这个议题有关心的人，你有够深入的了解，你他感动嘛，靠着咱是身躯比所有人同齐来行动。我感觉迄个318是因为这个关系才开始的。其实说实在，大家来小可思考一下，十当进前，毋那是318进前的关键是因为迄个时阵，我嘛学生啊，我是拄毕业啦，我拄毕业大概差不多23岁。我迄时阵吼，已经拄开始食头路啊，但是伫我读大学，甚至我拄食头路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反国光石化啦，反媒体垄断啦，反核啊，吼，等等有真侪社会议题是大家拢真关心。就刚刚讲，迄个时阵马英九政府内，咱所有的少年朋友，甚至毋那是少年朋友啊，甲咱全台湾每一个年岁的人，每一个。环境甲领域的人拢是有关系啊！大家拢出来发声、出来抗争、出来讲咱的诉求、出来游行，但是这个政府就袂改。啊，关键是我感觉洪仲秋是一个高点，啊，到318是一个破口。所以其实这是规个社会对一连串的，对一连串的，这规个社会对这个咱的议题是有一个行动的关心，甚至是已经累积真侪行动啊。
才到318的时阵，就一个破口，大概全体来面对着这个你议题描述迄阵时的社会条件啦，吼。是。但是你感觉即摆社会条件还佫无够？就是我感觉即马颠倒是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拄则嘛，真侪前辈大家讲到的，就是讲即马这个社会状态就是变做讲，敢若真侪不满，但是大家就是网络顶管猛讲猛安尼，可能大家交一个骂一个吼，发表家己的意见。但是实际上它变做啥物款较长久的，而且是对社会、对政治有实际转变甲改变的行动，其实较可惜、较看无。啊，这嘛是即几当大家嘛发现着讲嘛，咱的公民运动、公民社会一寡迄个能量嘛，拢消风去。当然，这甲咱民间的这个气氛，甚至是咱政府是比安怎面对一寡议题，甲施政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感觉讲。这无一定是一个好代志，嘛是咱通去反省讲，10当以后啊，咱刚有需要过来一个公民运动，但是咱是拢无公民运动，刚好其实这两项我拢感觉是通当作去反省、通去思考的代志。你拄仔讲就好吼，我来问婉玲吼，你的这个协会叫做台南新艺协会吼，恁这个协会咧创什么代志？我伫2016年的时阵，转去台南，之前拢伫台北食头路读册嘛。2016年转去了后，拄啊好迄当发生迄个维冠地震，毋知大家阁有印象无？29暝前一天的地动，地动地死真侪人嘛，就真侪少年啊，因无分党派，怎来拢来斗相共即件代志，做志工也好啦，去指挥交通也好。迄个过年我就咧想讲，敢有一种可能性是我伫地方运来组织遮个少年仔做一寡代志，讨论一寡议题，但是是咱地方的议题，毋是像以前我伫台北吼，伫立法院内底咧做遮个立法，也是即个政策的倡议安尼。伫即个过程吼，到即摆我差不多做几件代志啦。第一件就是阮做市议会的监督，阮安怎监督？阮就去看逐个议员，吼，因伫个即个议会质询内底，因拢咧问啥物问题，整理互大家看。但是我袂甲大家讲，即个好，即个歹，你家己去判断，因为你去看讲伊问啥，有符合你的意思无？安尼。第二个，咱就是台南有啥物议题，时阮嘛会去反映，嘛会去甲市政府讲，你袂当安尼做，你安尼做有小可较过分咯，吼。因为咱过去咧讲公民运动拢集中伫台北。集中伫国会，吼，咱要修法的对象也好，咱要即个倡议的对象也好，拢是伫台北。天龙国。对地方的人咧想啥？因咧过啥物款的生活？其实真侪咧做社会运动的人其实无了解。但是这嘛毋是因的毋对，这是因为就像我家己，我18岁高中毕业了后来台北读册，嘿，伫台北住强要20当才转去。伫即个时间，我真正开始咧关心即个社会的时阵，我拢伫台北。其实等到我家己的厝内底，我的家乡发生什么代志，我无清楚。嘿，所以我其实即10当后来重新的刷转去我家己的故乡台南安尼。但是即个反省，你他讲起来，敢若是因为地动开始。无啦，我就是看到一寡可能性，就是讲，遮个少年仔其实是会当做伙起来做代志。我的意思是讲。敢有因为受到即个日头花运动后来，大家会慢慢分足侪路线。你也感觉讲，即个力量敢若消风去，有即种反省，想讲不如来基层做代志，敢会安尼想？我其实迄阵伫台北吼，因为我迄阵伫即个318运动内底，甲真侪学生少年仔咧做伙嘛。迄个时阵，其实我甲真侪人讲，恁若入去政党内底，恁就会散去，恁就会变做每一个政党内底某一个派系。你迄阵就先讲啊！其实袂少人听过我讲即句话啦，就是讲你入去政党内底，你的资源是对政党来的，但是迄个少年仔之间的连接会消失。所以会当我先转来地方，先甲遮个少年仔先连接起来，就算讲因有一天入去政党内底，无要紧，因还阁有真侪朋友伫政党的外口会当交互援。是这种想法吼。是。所以我要请教就罗律师吼，像因头仔这3位吼，相对来讲较少年的朋友吼，因为你的领域是法律
但是法律看起来敢若是中庸啦吼，是全国性的吼。但是实际上，咱来看这10冬以来这个政治的变化，慢慢啊开始会出现就瓜文特的这个吼，虽然看起来敢若对这个太阳日头尾安尼出来吼，但是开始行无共款的路线。你认为吼，这个甲中国的这个对抗，吼，是法律面就会当来处理个到？譬如讲认知作战，吼，这种物件，还是讲，是有你，譬如讲我比一个例啦，法律敢若是空军，敢若是海军啊，但是是要有陆军落去处理。在超军的这个法律行动上，你认为应该安怎来配合？无错吼，地方是真重要的，吼迄个有一种讲法吼，所有的政治拢是地方政治，所有的政治拢是地方政治。你看咱台湾的政党吼，倒一个政党咧起，倒一个政党咧落，吼，地方选举。就看得出来，就看得出来，吼确实包括咱甲中国，吼，这个民主，吼，甲这个集权的对抗，吼，咱地方，吼，那确实是真重要，但是伫第一线，吼，因为中国一天到晚拢咧揪咱地方的人啊，里长啊，去啥物旅游团啊，吼迄个。农产品吼，你甲中国关系好吼，伊就甲你就甲你迄个推销去中国啊，吼，你甲伊关系无好，吼，伊就甲你冻起来啊，吼，台湾的凤梨世家都有介壳虫，但是台东县迄个县长吼，饶庆林去中国参加海峡论坛，就甲迄个台东县的凤梨世家会使卖去中国。这就是经济胁迫嘛，所有这足侪的问题，中央的法律重要，但是伊敢会使处理一部分的问题，在台湾真正这个民主要健康，爱有这个韧性，会使对抗这个中国的这个攻击，咱规个民主的防卫，那是爱靠地方。地方爱有强，你有人甲中国伫地方，迄是阵地战，所以迄个像讲咱一寡朋友，像万林伫迄个台南新亚，咱迄个台中有一个好民文化协会，即款努力，我是认为讲拢足重要的，拢足重要的。各个领域内面，比如讲贵阳，你咧做气候变迁。气候变迁看起来，敢若甲中国无直接的关系，但是其实是有的吼。对啊，最侪关系。比如讲，就今麦来讲，中国就是上界大的迄个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嘛，所以最侪规范，各侪这个规范，就是要针对中国，其实包美国啦，所以其实对中国来说。来讲，伊就会讲气候变迁，迄假的问题啦。你拢是你来对抗我中国的，所以其实伊嘛是有即个地缘政治，还是讲即个国家角力的即个因素在咧内底。其实我感觉就林东律师头拄仔讲的，就是讲议题爱互相爱了解，爱熟悉。安尼中国的这个认知作战，伊就较无迄个破绽。譬如讲，我感觉即摆我会着拄着一寡台派伊就讲你莫去创迄个什么气候变迁啦，迄拢是中国阴谋啦，伊家己上大碳排放，结果你应该是叫伊去减碳啊，你哪会甲美国自损武功？你知影意思无？所以，但是咱就去讲，这个物件，气候还是环境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咱应该来做，毋是讲咱因为中国咧做，还是中国我咧做，咱就要安怎就用竞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是感觉讲除了法律以外，要安怎来对抗中国的认知作战，就是这个社会爱团结，就是讲你唔通。
就简单的就听迄谣言，讲啊环保团体拢安怎，拢是左交，还是讲人权团体拢安怎。你若是去有甲伊熟悉因的迄个议题，你就知影毋是迄款代志。啊，台湾就更较团结，就袂讲遐尔简单，互人分化。这是我的看法。你头讲到一个重要，就是讲。有的人讲啊，你做环保的，你左交啦，对，哦，这就是吼死无觉醒啦，就是应该是爱有先问立场，不问是非啦。立场就是讲莫讲一日到晚讲这个价值吼，值无偌侪钱啦，吼，就应该爱先对抗中国，一切对抗中国。你若拄着这种基本的人有可能认为讲我大牌呢。我是会甲因讲，我嘛认同台湾应该独立啊，应该对抗中国啊，吼。但是你要安怎才会当做到咧？安怎才会当赢咧？吼，你是甲别人拢拍好死，可能是你的朋友，你嘛甲伊骂好死，骂到死啊！尾来你家己一个，啊是你讲好，你虽然甲我有淡薄仔无共，但是阮伫咧啥物所在会当做斗阵来对抗中国啊？一合作，那毋是？搁较好吗？搁较侪朋友啊，对吧？这对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运动是搁较好的代志啊。听伊就会甲你讲插话。我嘛想要补充，伊伫讲这就是因为我感觉伫日头会这个运动迄个时阵啊，是一个里程碑啦，就是全台湾人民，尤其是透过这个学生爱运动，看到咱可能较后一个世代吼，这个世代的少年朋友。因面对着这个台湾伫国际这个立场吼，是要拒绝伤过依赖中国的这个路线，想要选择是较往向较多元、较全世界这个路线的这个代志是，为迄届开始，迄个时阵啊，10年前、10点前迄个开始，咱全台湾社会去行向这个方向。所以你通看到每一届、每一年伫讨论一寡政策，甚至是咱台湾2年就选举一届嘛，每一届的选举的时阵吼。伫大方向面对着中国，面对着国际，其实大部分路线，也是咱台湾人民伫做选择，也是伫讲的时阵，是方向是，是大部分来讲主流啦，或是还是讲它大部分来说是较成的。但是若敢若像剩着咱头仔讲着中国议题尔，其他内政的部分，甚至是政基站，咱身躯边的议题甲问题，咱若无法度讲起，无法度付出行动去改变，其实这对这10党来讲，其实是真可惜的。所以像今年的这个大选吼，嘛有真正你讲吼，是哪有这个小草的现象吼？讲10党前的少年人，甲即马10党后的少年人的选择是无共款。我感觉吼，迄是若为日头花的这个结果10年后这个结果来看，我感觉迄个伫中国关系这个代志是共款的。但是面对着咱一直拢讲这个议题，别项较内政、较其他议题代志无讲的话，其实嘛是有愈来愈侪声音是咱国内少年朋友甲国内的人民对这不满，甚至希望改变，就是其实是一定会发现着讲，嘛是有这个部分是爱反省、爱去调整的。所以像拄则律师有讲着嘛，讲真侪代志拢是地方政治。啊，我唔敢讲我是算代表，但是10党前迄个日头会运动以后投入政治工课去参选的人之一嘛。啊，我的感受就是安尼，因为当然我迄个时选议员有选调，我伫议会嘛好，我后来我是后来选劳动镇长，迄嘛是因为一寡我感觉伫地方就爱去实现我的理想，就是爱做这个选择等吼。我的感受就是讲，其实。对我来讲，我心内一定是真明确。10党前我反对服务贸易协定的迄个理念甲核心的价值是共款的。但是这个脉络下骹，我伫地方要做啥，其实就变做真要紧。譬如讲，我今仔有印这是10党前去迄落在318迄天啦，真拄好就是318迄天的中昼，我伫坐捷运的时阵吼，我看到隔壁阿伯伫看这个报纸，顶悬写。请尽速通过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啊，我看到我就挡袂掉啊！我就随伫我的面册顶悬就po文讲，今日暗时啊吼，伫迄落咱济南路黑道青有办一个暗会，大家一定爱来哦，等。这是啥？这是就是
黑岛新迄个时阵就伫做地方政治，伊伫做基层的这种地方的公民运动。只是发生拄啊好发生伫台北。对，所以就他对着这个报纸，咱有一个对应的工作，就有机会去改变。所以像这个黑岛新的工作有重要，真重要。啊，你讲这个工作是偌大的工作嘛？其实嘛无一定。是每一个人拢伫家己的位置，针对着你的议题甲理想去做你感觉上你通做的代志，才有机会改变。所以，迄年我会当我的家乡宜兰去选举，甚至是后来选调以后我做的工课甲理念。啊，即马我当然无公职身份，虽然讲伫基层继续有伫经营啊等等，这个经营对我来讲嘛真明显就是毋是为着选举的代志，其实是为着。在当前，我就是有一寡希望，感觉讲伫地方政治爱做的，啊，就算讲我有公职的是做公职通做的，我即马无公职，我即马做旅宿业，做民宿，我伫民宿嘛通去思考伫宜兰的旅宿的环境的困境加挑战吼，甚至我嘛有真爱面对我的生活嘛，我即马嘛是有囡仔的妈妈吼等等，这日常就是咱十当前的力量到十当后的今嘛。咱的日常嘛是在实践，十当前希望改变的，只是你即马是做伫这规个大基地内底，你通做的工课是啥？吼，不管选举嘛好，过日子嘛好，伫公民团体嘛好，其实我感觉即十当以后，爱思考吼，有影当然咱袂使社会，也是咱的政治，敢若纯讨论中国议题这个代志，绝对袂使敢若安尼。啊，但是若是无爱敢若纯中国议题。你嘛包括咱的内政，包括咱其他议题，回到恁家己生活、家己的选择、家己你做的工课、你的组织，其实就是去回应十当前咱所有人要少年时阵、中二的时阵的迄个热情啦。我感觉这是拢有联动的，宏观来看拢是有联动的。是，反正我要甲你请教，他都因为2位、3位拢有讲到吼，其实这10年以来变化就是，有执政党感觉讲。我少年人的支持无去安尼，到底有啥物原因？大家拢检讨甲足济啦，吼，这，吼，有一种声音是讲，因为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吼，咱无在国内真切来反省实践，来感受到少年人所面对的这个环境挑战，吼，无甲回应，所以因来反建制。反建制，你咧做的这个代志，甲这有关联无？还是讲你无认同这个方式？所以咱3位买当来回应，就是讲到底今嘛在基层少年人也好，基层也好，对着这个全球性，因为全球性的物件嘛，甲美国、甲中国对抗有关啊。恁安怎来看这个代志？分两方面来看，咱先讲拄啊，前几位拢有提到的即个中国的因素，即个代志吼，其实伫地方咧讲地方议题的时阵，中国嘛真侪影响啦。第一个，譬如讲咱拄啊讲的即个领地的作战吼，其实伫地方原来真侪人真正会受到影响，这是有吼。啊，咱要安怎做？我伫心计，阮咧做的代志是安尼，咱有去训练一批少年仔的老师。因伫个，譬如讲，即摆老人拢有即种老人共餐嘛，吼，也是讲种老人会的活动，阮着带遮个少年仔有受过训练的遮个少年仔，你去甲因讲，咱要安怎来看赖顶悬遮毋知影真诶啊假诶讯息，到底要安怎分辨？也是讲我会当问啥安尼，吼，这是阮伫地方咧做诶代志。第二个就是前2冬，大家一直咧讲阿强要拍过来啊，2007年正就要拍过来，对无？但是咱知影讲，伫中央虽然讲有一个全动署成立吧，但是事实上一般的民众其实感受袂啥会到即个全动署咧创啥，嘿。但是阮伫地方家己有咧做啊，阮有咧办，譬如讲阮甲台南的即个民防协会、民防的协会，就做伙办一个工作坊，吼，邀请大家来讨论讲，若是伫我住的即个社区，吼，有战争还是有天灾咧爆发的时阵，要安怎？这其实地方会当做的代志真侪，吼，这是第一个。中国因素其实伫地方你嘛是有办法去回应，吼。第二个代志就是咱拄仔讲着讲，这个少年啊反对执政党，
但是老实讲，少年啊反对即马的执政党是不管倒一个党执政拢会发生的代志，因为大家就会感觉伊做了无够好，我较会才歹命，吼，真侪人会有种反感。而且讲，即代的少年啊，其实因不管是日头火还是100啦，因拢无经历过啊。因其实毋知影10当前咱咧抵抗的迄个代志是啥物，啊，啥那抵抗着迄个代志了，会造成后壁才会影响。迄个时阵可能佫足细汉，咧读国小，吼，可能国中安尼。所以因即摆享受的就是咱迄阵抗争的一个成果，但是因可能无去了解讲原因是啥。但是我知影讲即摆即个执政无做好，我甘骂嘛应该啦，讲实在是安尼啦。但是要甘骂爱骂有道理，所以我咧地方咧甲少年仔咧讨论，吼，我除了咧做即个心计即个活动即个协会以外，我嘛出一本册叫《台湾地方政治读本》吼。啥那要出迄本册是因为。我感觉大家拢感觉家己甲地方政治足遥远，我根本就毋知影政治是啥，我就是看到政治人物袂爽，我就要甲骂。但是我骂啥，其实我毋知影我骂的是对的，还是毋对，还是我用什么理论来骂伊。所以咱第一步爱先互大家来熟悉政治是安那咧运作，毋是干那选举尔。其实除了选举，政治还佫有真侪部分。你毋去做遮个科普的动作吼，其实大家拢咧骂像咱咧讲小草好啊。小草其实因有热情呢，因敢无热情？有啊，无因袂徛出来，系啊。啊，但是你要甲因的热情引导甲位倒位去，这是咱咧做工课的重点。律师吼，要甲你请教，就是讲这几当这10当以来吼，少年人的这个反应，乃至到讲是毋是因为咱做了无够？像他伟勇讲的，咱实在是做了无够啊。但是这个做了无够是。因为环境来所致，也是我家己真正无努力，是民进党做了无好，啊，其他党做来应该是会较好。你到底是那如果你要互你面对即马20岁少年人，你要安怎甲讲？确实吼，咱的社会问题、经济的问题，吼是爱。政府爱改革、爱处理的，吼啊，这当然，民进党过去8当伊是执政党，吼啊，当然大家对伊有要求，吼啊，但是我要讲一件代志，就是咱台湾吼的民主化，吼啊，对这个1992年开始，吼啊，迄个1990年，吼，这个太阳花，个。不是太阳花运动，野百合运动，哦，野百合运动，迄个时阵我大学2年级，哦，迄个野百合运动了后，吼，李登辉起来，吼啊，甲迄个社会甲民进党，吼做伙合作，吼，咱行走一个民主化的道路，吼啊，但是咱这个民主化，吼过去确实伫个。政治的民主化，吼啊，但是伫个社会制度、伫个经济制度，吼，不管倒一个党，吼，处理拢是较少的。安尼就会变做讲，咱的社会制度，吼，会变做讲，本来有权利的人，吼，大财团啊、大企业啊，吼，因就掌握，吼，较侪经济资源，吼啊，都市啊，吼，甲都市就较侪资源。庄卡就较资源就较少，吼，像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其实也是重要的代志，吼啊，但是这要改较慢，吼，这要改较慢，吼啊，但是一定爱去做。所以去年的318的时阵，吼，阮到这个经济民主联合，都是以前的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吼，你看阮这个组织。好，阮讲经济经济爱民主哦，好，不止政治爱民主，咱这个社会都是以前吼1992年以后都是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经济的民主化，吼，确实足侪还袂做，好，就讲劳工的这个权利，吼，迄个集体协商权，吼，要安怎互伊更较落实，嘿。
确实，吼，阮伫318迄天，吼，阮即个办一个座谈会，吼，啊，就讲一个题目，吼，阮就画出一个口号，吼，讲社会安全呐，国家才能安全呐，社会爱安全，国家才安全呐，青年有希望啦，吼，台湾才有希望啦，少年人爱有希望，吼，台湾才有希望啦，吼，啊，其实你看中国，吼。中国议题甲社会议题其实唔是矛盾对立的，中国就是用你这个社会、你这个国家的弱点，吼，你少年人吼过了较艰苦、较低薪，吼，啊中南部的人经济较歹，吼，啊这个中下阶层的人生活较歹，吼，啊所以中国就讲3中1轻啊，都是伊的统战对象啊，好，啊所以你要。安怎互咱的少年人的经济、吼薪水的待遇，吼会使较好，吼啊生活会使较好，吼这是咱要行向一个新的国家真重要的一步路。吼，你袂使互咱即个国家的咱的国民共同体的成员，吼感觉讲伊是孤立的，伊是被遗弃的，无去用照顾着，嘿，伊是去互人排除的。安尼咱就无办法团结变做一个国家。对哦。好，其实三点啦，吼，第一就是讲，十当前迄个日头花主要的数据，啊个为虾米大家甲伊支持？主要就是讲资料甲中国的即个因素之外，嘛是讲咱甲中国的即个来往，其实首先会甲对即较弱势的有带来冲击啦。迄弱势就是讲，譬如讲少年呐，就已经在趁较少啊。若是今仔日中国来甲伊竞争，唔趁过较少，啊，互人开除。所以第一个就是讲，少年人迄个时阵咧出来反对即个服贸，唔哪干那因为是中国，嘛因为伊嘛足担心经济安全。头拄仔刚才律师讲的。第二咧，所以讲，若是即摆的少年人，伊感觉讲，我即摆嘛是。有产食的问题啊，我嘛是无法度买厝啊，嘛就是足侪社会经济的问题，伊就是敢若讲，迄个时阵你讲要解决的物件，嘛无拢总解决嘛，吼。第二点就是讲，其实这是一个世界的现象。譬如讲，你看美国，看欧洲，吼澳洲，足侪少年人伊嘛是面对即个少年产食的问题，无法度买厝，还是啥物的，啊，结果会安怎？伊其实是敢若讲移民，还是黑人，还是少数民族是问题的所在，所以伊甲伊伊就甲伊骂吼，伊去讨好迄个民粹右派领导者，吼，比如说川普啊，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现象，吼啊进步派伊嘛变做讲啊，伊敢若讲即个进步议题的败票啦，所以嘛唔敢讲，系唔敢讲，所以这是一个现象。所以上尾咧，我呼应迄个万林的讲法，阮要去熟悉即摆即个少年人，伊到底是有啥物款的不安，有啥物款的不满，哦。但是你要甲伊讲 ，OK， 你爱甲政府骂，会使，但是爱有道理，你爱有知识，哦，啊你爱有行动，你的行动啊具体，好，毋是讲我就伫咧网络骂就好啊。上界重要的是，你唔通去。就是讲，敢若信任一个救世主，你爱有家己的主体性哦，你爱有家己的运动、家己的组织去做你的物件，你才会当讲，吼，这是咱的诉求，这是咱的声音。你唔管是民进党啊、国民党还是民众党，拢爱甲我来听。今仔日唔是你甲我代言，是你来听我的声音，这就是十当前日头花的做法嘛，系啊。就是我伫看即马少年朋友。伫讲的这个方向啦吼，那讲到这题，因为目前阮应该要算少年朋友，你要超过啊，但是要算。虽然讲即马，即马你甲人用要向阿姨。我甲大律师较死。但是我是讲安尼啦，就讲因为即马这个现象，包括我身躯边甲我差不多年岁朋友嘛是吼，也是比我较少年，甚至加我一岁啊等等。大家有真侪对即马执政党的不满，吼，也是对两大党的不满的这款的论述啦，吼。我是安尼感觉，就是讲，你当然他骂，你嘛他不满，但是你爱选择要安怎做，
而且爱确实有行动要安怎做，吼，因为你敢若骂，也是讲你讲啊，我要投互你，我要投互啥人，其实迄是。迄是有影响，但是你讲要改变世界、改变台湾、改变社会，甚至莫讲受大改变宜兰，敢若骂甲投票改变是无效的，一定要实际上是有思考甲有行动，才有机会改变啊。我举一个，譬如讲，大家拢伫讲社会的居住正义这代志、厝的代志嘛，讲愈哪来哪贵吼，还是等等。我就来讲啊吼，我身躯边真侪人，伫安尼骂的人吼，即间呢两栋拢骂的人。我真侪迄朋友，毋是伫做房仲的，就是伫起厝的，甚至伫做营造的吼，建设公司等等吼。我嘛咧思考啊，甚至若有机会啦，莫讲伤过冲突还是不舒服吼，来甲因小可讨论交流一下。意思就讲，安尼自你的专业、自你的工课、处理的角度，吼，你伫这个世代，你感觉这不满，对，你实际从他做啥？有个人敢骂尔，伊起厝才有起，才有人卖足贵的，对无？但是我想为嘛是有人实际上有改变，伊就可能开始去找一寡闲置空间去做包租代管，啊，毋是基站迄款的盈利的，是做较非盈利的，来引接一寡人伫地方来付出等等。所以有个人会选择去行动，这两边的人拢会骂政府，这两边人都对政府目前的这政策可能嘛不满。但是这两边人做的选择，甲对社会影响是完全无共款的。我嘛希望我身躯边所有对政党、对政治、对政府有意见的人，应该选择是后壁这个，我哪骂哪讲，我哪同齐来改变。因为就亲像拄则有用讲到的，咱袂使相信你投一个票，投互一个人、一个政党，就他完全改变你的这个生活，甲这个社会、这个世代的问题，迄是无可能靠一个人还是政党就改变的。你投互伊以后，你来监督伊，甚至甲伊同齐合作、同齐行动。你若是无这个过程、无这个思考，我感觉10党前的日头会，咱嘛毋是因为。民进党讲啥，咱就创啥，对无？但是迄个时阵，咱需要民进党创啥，我就少会记。我日头迄天暗时啊，我是甲我有人赶快是为济南路迄个地下车道遐入面的。啊，迄个车道后来无锁起来，是因为靠迄个民进党迄个段宜康立鬼地下徛，叫警察走。啊，物资在他开始送入去。阮需要因，但是阮毋是因为伊来做的。吼，我感觉就是爱安尼，阮有阮家己的理念，阮的基础，阮出发。好，安尼你才他影响这个政党、这个政治人物、这个政治对你政策来改变。我感觉是爱去思考讲，行动才会使改变。敢若袂是袂使，所以爱较进一步有深刻的行动，无行动就无法度改变啦。来，婉妮。其实我是感觉安尼啦，咱今仔一直咧讲政治吼，其实政治毋是目的，是手段。咱爱先去想一个代志，就是咱到底想要过什么款的生活。对这个，甲开始来想讲，咱伫政治、伫经济，甚至伫教育，咱要做什么款的改变？若是安尼，其实咱就会当去细过遐，即马弯甲2平3平底弯的这个源头嘛。咱先来想讲，到底10当后、20当后，咱今仔拢咧讲10当前的代志。其实可能无一个人10当前想着讲10当后生这个款啦。我相信是安尼。不如咱先来想看觅啊，搁来一个10当。我想要生活伫中国人的统治之下无？若无，安尼要安怎？吼，我先莫讲我国民党、民进党也是民众党，吼，我10当后无想要活伫咧中国的统治，安尼我即马要安怎做？咱先去想目的，甲来想手段，安尼。上尾我也是要请段律师吼，你来想看觅。三位拢有一种共同的想法，就是讲，咱来转来到咱实际上的人民的生活。吼，对因开始做学生迄阵开始，真有理想，真有热情。虽然你可能出社会已经30当啊，吼，这30当对你来讲，台湾的民主的变化，咱做了无够，吼，要反省，提出行动。对着未来这少年人，这20几岁，不管伊是小错，还是毋是小错，你认为是安全？如果今仔日有一群少年人出来讲，律师，我要安怎？你要安怎讲？我其实有一个主张，这个主张我伫个318的时阵，我就结束无偌久，我就安尼讲啊，吼，要改变台湾的政治，爱为地方开始，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吼，这个地方的议会的选举，爱有这个政党比例代表，那咱立法委员，吼，有迄个不分区，
好，第二票，好，咱的地方的议会也爱有不分区第二票，好，那如果安尼，好，新的少年人因家己会在地方，好组织，好啊来宣传伊的理念是啥，好靠这个理念来就会使当选，好欧洲的绿党，好啊甚至因有一个这个海盗党，好拢是为地方的选举用政党比例代表的方式当选。其实318太阳日头花运动都结束的时阵，吼，迄个时候我都有甲迄个陈伟霆，吼，甲林非凡，吼，我有甲伊讲，就是恁就是爱去地方做地方的政党，吼，安尼才有希望。所以咱希望这3位未来还阁有机会，可能会当反转啦，吼。我也是抱着真乐观的希望，毕竟20年